做乜嗰個阿伯喐都唔喐，好似硬咗喺度嘅？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史蒂芬，歡迎收睇《領事檔案》。今日嚟到生物島。生物島原名觀洲島，坐落喺海珠區同番禺區交界嘅珠江水域，面積大概1.8平方公里。呢座島四面環水，以前出入全部靠渡船，交通好唔方便，所以俾人稱為廣州嘅海南島。島上觀洲村嘅歷史可以追溯到宋朝，有超過600年歷史，係典型嘅嶺南水鄉。村民以陳姓家族為主，世代耕田打魚為生。島上嘅陳氏大宗祠至今保留住精美嘅木雕磚，被列為文物保護單位。2000年，觀洲島正式命名為廣州國際生物島。04年徵地拆遷開始，到咗08年，島上原有嘅2000幾名居民逐漸離開，觀洲村人去樓空，剩低一座座殘破嘅老屋同埋一座孤零零嘅陳家祠堂。2011年，生物島正式投入運作，家陣島上已經有超過500家企業進駐，係粵港澳大灣區生物醫藥產業嘅核心引擎。而講到呢邊最令人心寒嘅案件，就要翻返2000年。話說喺2000年1月，一個月黑風高嘅夜晚，呢邊發生咗一單命案，死者係島上某個修理廠嘅一名保安，叫做小軍，俾人發現死喺自己住嘅宿舍入邊，現場仲有明顯嘅打鬥痕跡，但受限於當時嘅偵辦條件，經過幾個月嘅排查走訪，始終冇突破。呢件案一直就擱置，直到2019年先至發現咗一名嫌疑人嘅身份信息。話說喺99年年底，呢個嫌疑人同3名老鄉從清遠過嚟廣州揾工，結果錢用晒都冇揾到，就揾到當時曾經一齊做過修理廠嘅工友借錢，但呢位工友當時都冇錢。幾個人合計之後，就將目標鎖定喺呢個保安小軍身上。作案當晚，呢個工友利用上夜班嘅機會接應4個人入去廠區，仲話俾佢知小軍嘅行蹤同埋宿舍位置。第二日，呢個工友路過小軍宿舍，就發現個門開住，入去一睇先知道出咗大事，於是就上演咗一場賊喊捉賊嘅大戲。直到2021年8月，所有嫌疑人全部被捉拿，呢件長達21年嘅懸案亦都終於告破。從04年開始，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就陸續對觀洲島進行考古調查。目前發現同清理嘅古代墓葬超過60座，而且大多數都係西漢晚期到東漢時期嘅古墓。從風水角度睇，呢個地方依山傍水，係典型嘅寶地。你諗下，一座江心小島底下埋住超過60座千年古墓，背後有幾多故事，真係冇人知道。而呢度傳得最出名嘅都市傳說，就要講下呢一個。話說有一年農曆7月14，即係鬼節當晚，有個騎行發燒友自己踩住單車去生物島夜騎。嗰晚月光昏暗，島上冇乜人，路燈隔好遠先有一盞。佢踩到水墨園附近嘅時候，遠遠見到一個阿伯企喺路邊，着住一套舊式唐裝衫，低住頭，好似喺度等緊乜嘢咁。個騎友諗住上前問路啊，點知越行越近，越覺得唔對路。個阿伯成個人硬邦邦，企喺度喐都唔喐，連呼吸嘅起伏都睇唔到。再行近2、3步，喺月光底下終於睇清楚，佢兩邊面上畫住腮紅，僵硬嘅笑容都係畫上去嘅。佢根本唔係人，原來佢係一個紙紮公仔。據講呢個騎友當時就嚇到掉低部單車即刻跑，從此就冇返去生物島。呢條陸道係非常長嘅，小弟都喺度踩過幾次車，但好可惜今日冇帶單車，好適合一家大細過去玩。下次見。